如果你有性爱方面问题，不要相信网络上的放松术。我们其实有3个案例，他们都是年轻人，硬体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第一个病人他刚交女朋友，所以比较紧张，上场总是会失常嘛。用简单的药物，或是我们跟他咨询过后，做一些检查，让他知道自己是没有问题。这种方式不是放松就可以的事情。对，但是放松术是这样，你要先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才可以放松。但是勃起功能障碍是这样只要心中有个念头说会不会软掉，那就一定会软掉，这是必定的。那你如果不觉得自己会软掉，你怎么会用放松术？第二个客人他也是年轻人，刚有性行为一段时间，表现不是很稳定，然后他不要靠吃药，他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他去看了那个什么治疗师，花了4万块，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所以又回来了。第3个病人他去做了训练，上了一整个课程，好像有5、6位数，训练完没有用嘛，回来就吃药就好了。还有第4个就是他觉得自己太小，所以他去网络上买阴茎增大膏去抹，这也是实际存在的产品。等一下，真的。什么那个放松术啊，什么训练，什么治疗师，什么膏，那些东西是不用花的钱，拜托。下面